想要观点来品观点，欢迎收看龙哥汉帝有观点。龙哥问你好，我是汉帝，今日为大家请到龙哥来到现场吼。我想问龙哥一个代志啦吼，你现在烧声啊？我医生交代本来3日袂使讲话啊。今日为了汉帝哦。啊，今仔吼，这个观点足特别，非来不可，所以朱医师歹势啊，迄个10分钟了啊。朱医师吼，我等下看了朱医师讲吼歹势吼，龙哥烧声是因为你去高雄徛台啊？我拄啊减韩国的一场啊，我走袂赴，我去。韩国瑜去高雄连续跑8场，啊，你徛7场。系啊。所以我就要问哈，今天请龙哥来，龙哥汉帝有观点，我要3问龙介先，你准备好哈？准备了。第一问龙介先哈，为什么韩国瑜的民调这么低？那你要问赖清德，为什么赢20%会变成输了快10%？哦，民进党内初选的迄个是那个啊，我唔敢讲政治国家资源去收买媒体，我袂使安尼讲。哦，咱来讲真济过去你感觉较普通的媒体，伊被恐吓、被威胁、被沟通，但是伊尽量维持伫民调科学的规范之内，对某一个人做了较介意的数据。所以就卖民调不可信的对了。唔是讲不可，因为伊还阁维持伫科学容许的范围内底去做的调查，所以这个调查的问卷出来的数字互某一个人互执政党的比较较倾向因所要爱的数据。所以阮伫基层咧走的热滚滚，甲赢的人冷叽叽，有即款现场的感觉，就是淡水扁。扁的迄阵，扁我坦白甲讲，伊的中央我逐场都去。你较早拢有去看？我差不多逐场拢看过。所以迄个群众的心热情甲互动反应，含候选人迄个反应多20年来多啊好。今仔日的韩国瑜有即款的经营。哦，所以因为你听我讲这样，你都有参考价值。你拜6的时阵8场，你去7场。7场。啊，到底人是多还是少？咱实在问你伫台顶看落去，感觉啥啦？迄款的热情就怎啊？台顶，我一句因一句，我一句因一句。我讲你是咧因啥物啦？我就讲，譬如我讲，白布因着发，你甲我讲你是咧创啥？伊讲无啦，梁介兄安尼你较袂收声啦。对，一人讲一半。所以兄哥今麦甲大家讲，就他真的到地方去辅选的时候，民调冷冰冰，民心热乎乎。所以你觉得韩国瑜其实基本上声势来讲，跟民调看起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我讲的因做个国安的是安那遐水扈摸咧好流目屎。我讲以前马英九是安尼，女孩子看到他会叫呢，握到他会跳呢，还是安尼呢，远远看到会笑呢。今摆韩国瑜是真正去了到地迄是想要甲จิ้袂着呢。譬如讲你若娶某啦，结婚啦，下底嘿叫。客满博满，佮钱甲出去外口，无拆门票，佮8箱入来，你来看，你伫遐亚麦古，你较袂了，滚去，参亚麦古的主持人心都滚起来。这个场是来讲的，除了阿扁的造势场以外，马英九08年伫台中洲际棒球场我主持的，大概有18、9万人，一场也是有够滚。以外。无人有啊，多今仔韩国瑜有呢。所以韩国律师讲阿扁啊，小马哥过来第3个就是韩国瑜，人气王了对啦。屏东听讲赌盘开 PK 嘛，你甲看阮迄天去屏东，迄滚甲啥物程度后台就对啦。去年1124咧选的时阵，屏东市长嘛办理啊，佮无遐人无遐，迄日去头2倍，2倍啦。所以这民心是热乎乎的，这刚刚下过给大家分享你实际的经验嘛，所以你有信心的对吧？信心十足。既然是安尼，所以现在民调韩国瑜讲民调底下拢卖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这是什么报？空声价啊，空明在世，我咧大咧想无要安怎破这招。空城计对吧？伊雄甲你讲卖回答，第2天佫甲你赞讲全部支持蔡英文，水。我甲你讲，人若巧气2种验无伤啦。一种是气死也无伤啊，一种是安那丧死也无伤啊。所以你著全部甲支持蔡英文，伊若看到满意度、支持度120%，
我爽死，佮咸咸无伤。你啊看卖啊，这落去就变做全部拢定味落去，定味落去你掠无啊。你无得食，因为啊，这摊贩吼做夜市啊的啦，下晡4点就出去摆摊啦，到下暗2点才转来，你根本钓袂着。哦，这的即马酷酷撞，规日咧对韩国的，也无伫厝咧听电话，大家出去咧邮票，你也接袂着。到最后封关，正月初一袂使宣布民调的时阵，全部扑出来，最后10日决战输赢。所以这个民调低，但是呢，这个造势场合热，这确实是今年非常特别的一点哦，还要跟大家讲，他很有信心的哈。那我要跟大家问的就是第2题了哈。那既然是这样子，到处去人真的都很多嘛，狼就这样嘛。那为什么看起来国民党去年选了15个县市？嘿，这帮看起来大家拢跟他对韩国瑜没有信心，拢歪接主委了哈，不要同空，不要同台了。2问龙介先，侯友宜为什么不帮韩国瑜？这我无讲，恁唔知。话若要讲透机啊，你目屎飞袂离，所以人讲话爱讲透机，台鱼太甲饲吼。这呢，侯友宜其实咱今仔是拜3，顶礼拜的今仔日哦，拄啊7天前，对6、7天前，拜3、拜4。你现在要爆料啊？这毋是爆料，这是事实啦吼。这毋免讲爆料。顶礼拜3，这外口无人知啊。7天之前，什么代志发生？迄日到韩国瑜来台北的行程啊，所以迄暝伫遮有过暝吼。伫过暝的所在呢，侯市长有还没见面啊？你俩已经见面啊？有见面。毋是讲啥物拢不相见、不相会、不联络，已经见面啊？因为侯韩已经密会。伊甲张善政登记迄日，伊就甲恭喜啊嘛，宣布张善政伊就有电话先互伊啊嘛。登记了有敲电话。敲电话伊就我讲，伊讲我含张善政是港籍的10大杰出青年嘛。对，所以了呢，伊伫顶礼拜有去遐物见面，相见甚欢，相谈甚欢。佮有讲要安怎做，要安怎支持。所以应该就初八就会合体。即马消息乌白放，因为有合无合，啥物要合毋合，因为有的人喙紧先讲出去啦。今仔已经初4啊啦，我甲你讲，初八就是会大家做伙啊啦。12月8号的时候，侯友宜就会去帮韩国瑜的对吧？无毋对。伊两个嘛见过面啊，这大家拢唔知啊。唔知影，恁毋是拢讲拢揣无，知影侯友宜看不起韩国瑜。白来啊，迄人后的我含咧食饭，伊就讲，我像阮顶桌来，伊就讲。咱吼，谅解咱拍，伊讲你无要人接主委啊，那人讲。对啊，你主任委员不要接啊。这唔好讲迄个外行伊啊。好友伊讲我选的时阵，数百万的新北市民就是我的主任委员。所以好友伊是无主委的。伊讲我唔免去啊，你挂啥？我挂10个主委嘛无路用。但是我有哪当甲市政做好，最后或者数百万的新北市民。伊就是韩国瑜的新北市的主委，所以你看伊伫遐2、3个场啊，已经发迄个韩国瑜当选啊嘛。用品遐嘛有对无？这就是已经足名啊嘛，所以我是今仔甲恁听到第一手的消息。原来2个人已经有见面，原来伊12月8号会去支持韩国瑜，所以拢免烦恼主委问题，因为本来就无要接主委的对吧？所以不接主委不等于不支持韩国瑜。全力支持，但是唔免去挂迄个名，安尼个人撇面啥？他们行政中立不中立的问题。从刚刚的整个造势会场到跟侯友宜的这是我们今天龙哥和立有观点的独家内幕哈，大家要把我们分享出去哈。来，想要3问龙介先下哥，你感觉这场啦哈，剩下几天啦，韩国瑜到底是赢啊是袂赢啦？我去做一个金龙和品管店的这兄弟朋友。锦囊妙计哈。这个金龙你给我做咧，地咧落地啊，放咧拖内底锁起来，正月11 AM 11点拍开起来看是毋是我讲安尼？韩国瑜202赢90万票。你直接已经甲决落啊？90万。赢佫赢90万。若无赢90万票，我等恁公司即摆是台北市嘛我等台北市甲我的故乡台南市各发900地的鸡排，安尼好，佫加高雄市竞选总部这3个所在。若无赢90万票啦，赢899000票我就发啦。安尼你听有无？哇，你博遮大！这毋是博，这我甲你讲，阮落去咧行，为啥我即马干那
金门片吼，我即马人拢讲韩国队还未去。兄哥，我甲你冻掉一下，因为即摆大家拢讲韩国瑜是输300万票呢。你即摆不但赢，根本赢90万。输300万票，因着免个含我来啦，啥物咧里里扣扣大细条咧变，无迄个代志。赢这应该都无遮里里扣扣的对啊。啊，输300万票，无迄个讲，20几趴，结果我讲这较歹势啦。啊，我问跋筊伤心，迫害家庭。一心会身败名裂，但是组头上济开到30万，啊是安尼一个创啊，组头唔少诶，安尼就甲民调看起来拢无共嘛，对无？对。那照这个民调已经一半拢收起来啊，差不多。无人要收啊。听讲最近拢乱盘诶，乱盘去啊，一个月一摆，即摆拢乱去啊。啊，所以兄哥，你感觉讲伊会赢过赢90万是你的精算啊，是安啦？我当然，我每一场。我讲啊，啥物人的场咧摆椅啊，我拢看啊。看了人偌济，啥人成早，所以因讲高雄迄场，某物人迄场，人较偌济，搁后壁5000了椅啊，伫遐咧收，迄是因迄无共，迄特殊的嘛。迄人已经时间点无共，我看其他媒体安尼咧报，结果人即边实在报出来的，甲阮伫网络播出去的拢无共嘛。伊就刻意要打压你的士气嘛，所以免惊，向前行。大家拢袂听，正月11好，保证精彩90万。好，两届升今天是甲大家讲一个锦囊妙计，会记哩哈，把这锦囊妙计收好。谢谢收看今天的龙哥汉弟有观点。有观点，小弟是梁介生，我在品观点，请大家准时收看《伟汉观点》。